刚刚主治医师来过，今天可以办理出院。头下主治医生又来过，今半夜做得判出院呢。头下主治医生又来过，今半夜做得判出院呢。护理师，谢谢你的照顾啊，不客气。护理师啊，感谢你的照顾。不是生意。护理师啊，感谢你的照顾。不是生意。张太太，我跟您说明，等一下请拿着这张出院带药处方笺。张太太，我同说明哦，等下请拿等下张出院带药处方笺。张太太，我同说明哦，等下请拿等下张出院带药处方笺，到楼下的批价柜台办理出院，再到隔壁的药局领药，去楼下的批价柜台办理出院。再去隔壁的药局量药的，去楼下的批价柜台办理出院，再去隔壁的药局量药的。我知道了，我的嘞。出院后，请问谁可以帮张先生换药？是我。出院过后，请问乜人做得同张先生换药的呀？兄弟。出院过后，请问乜人做得同张先生换药的呀？兄弟。好的。请您到药房买优点、生理食盐水、棉花棒，或给请去药房买优点、生理食盐水、棉花棒，或给请去药房买优点、生理食盐水、棉花棒，还有3×3公分的纱布。好的。还有3公分见方的纱布。好。还有3公分见方的纱布。好。我来教您换药的部分。来，我来教你用嚟換藥嘅。來，我來教你用嚟換藥嘅。第一步，您將傷口的舊紗布打開後，先用生理食鹽水清潔。第二步，撈上後嘅舊紗布掀開來，先用生理食鹽水清洗。第二步，撈上後嘅舊紗布掀開來，先用生理食鹽水清洗。棉花棒用環狀消毒，由內往外。再用棉花棒反沖手套，從內到外。再用棉花棒反沖手套，從內到外。都是踩單次，不要來回擦拭。了解。都係一刀切好，做唔得來回出咯。了解。都係一刀切好，做唔得來回出咯。了解。生理食鹽水消毒後，換優點。一樣用棉花棒踩環狀消毒，由內往外，一次就好。生理食鹽水手套後，換優點，同樣用棉花棒反沖手套，從內到外，一刀就好。生理食鹽水手套後，換優點，同樣用棉花棒反沖手套，從內到外，一刀就好。上優點後，等30秒讓它消毒。擦油點膏，等30秒半截手套。擦油點膏，等30秒半截手套。再用生理食鹽水擦去上面的優點。再用生理食鹽水撈蛋糕嘅優點出槍來。再用生理食鹽水撈蛋糕嘅優點出槍來。還要再用一次生理食鹽水啊？還會再用一刀生理食鹽水哦？還會再用一刀生理食鹽水哦？是的，因為如果優點沒有消毒乾淨，它會色素沉澱。係啊，認真優點係冇手套槍哩，佢會有色素沉澱哦。係啊，認真優點係冇手套槍哩，佢會有色素沉澱哦。一樣是環狀消毒，由內往外繞一次嗎？是的。同樣係反沖手套，從內到外呢一轉係麼？係呀。同樣係反沖手套，從內到外呢一轉係麼？係呀。多久要換一次藥呢？幾幾位要換一刀藥嘅呢？原則上1天換一次就可以。如果傷口不小心弄濕的話，就再換藥。一般1日換一刀就做得。傷口那係唔拄好裝濕嘅，就個換一刀藥嘅。一般1日換一刀就做得。
伤口那是唔拄好裝饰體，就個半日都要嘅，維持傷口乾燥。傷口要保持乾爽哦，傷口要保持乾爽哦。好，請問還有其他注意事項嗎？好。請問還有乜嘅要注意嘅事項嗎？好。請問還有乜嘅要注意嘅事項嗎？我為您說明這張衛教單，傷口盡量保持清潔乾燥。愛同說明這張衛教單，傷口盡量保持強力乾爽。愛同說明這張衛教單，傷口盡量保持強力乾爽。病患的下肢抬高，可以促進血液循環。沒問題。病人的腳抬高起來，就得促進血液循環哦。沒問題。病人的腳抬高起來，就得促進血液循環哦。沒問題。還要注意傷口是否有出血情形，還要注意傷口係唔係有出血嘅情形，還要注意傷口係唔係有出血嘅情形。俗話說，手上的細菌會造成傷口更嚴重的感染，一定不要用手去摸傷口。人講啊，舒風動態，一天唔好用手去摸傷口哦。人講啊，舒風動態，一天唔好用手去摸傷口哦。如果回家後傷口出現紅、腫、熱、痛，振幅下高後，傷口會出現紅、腫、燒、痛。振幅下高後，傷口會出現紅、腫、燒、痛，很可能是傷口感染，一定要馬上回診。我會注意的。驚怕係傷口感染，聽朝天天去回診哦。我會注意啦。驚怕係傷口感染，聽朝天天去回診哦。我會注意啦。要促進傷口愈合，要幫傷口順利彌合，要幫傷口順利彌合。請多攝取高維他命 C 跟高蛋白質的食物，像多食高維他命 C 同高卵白質嘅食物，像多食高維他命 C 同高卵白質嘅食物。護理師啊，請問多久可以拆線呢？護理師啊，請問幾久才做得拆線呢？護理師啊，請問幾久才做得拆線呢？通常是7天到2週後才會拆線哦。一般係7日到2禮拜後才會拆線哦。一般係7日到2禮拜後才會拆線。下次門診，醫生會評估傷口拆線時間。下一到門診，醫生會評估傷口拆線嘅時間。下一到門診，醫生會評估傷口拆線嘅時間。好的，我們會準時回診。我哋會準時回診。我哋會準時回診。其他就按照醫院排定的行程，定時回醫院復健。沒問題。其他嘅就照醫院排定嘅行程，定時在醫院復健。冇問題。其他嘅就照醫院排定嘅行程，定時在醫院復健。冇問題。術後及飲食衛教已為您說明完畢。叔叔哥還有飲食衛教已經同說明提嘞。叔叔哥還有飲食衛教已經同說明提嘞。要麻煩您在病患出院準備服務表的受衛教者這一欄上面簽名。要麻煩替病患出院準備服務表嘅受衛教者一欄當個簽名。要麻煩替病患出院準備服務表嘅受衛教者一欄當個簽名。另外一份出院照護方針及計劃書給您帶回去參考。另外一份出院照護方針同計劃書不能帶回去參考。另外一份出院照護方針同計劃書不能帶回去參考。護理師，你真棒啊！真的是命帶六秀，遠文又遠武，謝謝你。護理師唔很強哦，真正係命帶六秀，會出也會有，按字寫哦。護理師唔很強哦，真正係命帶六秀，會出也會有，按字寫哦。不客氣，祝您早日康復。唔是生意，祝你早日康復。
不是生意，中医康复。